繼續來看台北市長蔣萬安指控中央食安的鬧交，號召民眾7月25這個禮拜六穿白色衫就開道來抗議。另外，國民黨的青年軍嘛率先來發起着絕食抗議的行動。一行人行去新起的民權大橋、警官橋，台北市長蔣萬安甲拿營的議員互動正熱。佇拜六25，大家要做伙行開道，針對中年油脂被驗出致癌物，要求中央愛負責任。第一，台北市我們沒有一家油品工廠；第二，我們過去3年就抽驗了90個油品品項。民進黨指控講，台北市政府過去4年攏無抽驗，蔣萬安講這是中央咧看牌。即擺招大家上街路抗議，更加風聲講，當中央嘅台北市政府攏演練過啊，為了避免抗議行動被操作成為選舉造勢，要求袂當有選舉嘅假甲旗啊。我們不談選舉，所以我們也不分藍綠白，也因此我們希望大家可以穿上白色的上衣，一起站上凱道。蔣萬安這擺唔但主導開道的抗議行動，昨擱去台中找羅秀燕，並且宣布要召開反毒油的線頂的國事會議。被批評市政顧不好勢，根本是未生囝先護命。包含遺書，包含為什麼莫名其妙放颱風假，還有為什麼我們要花744萬做一個高額的遮陽傘，都是借由全國的議題，然後逃避自己市政應該要被監督的事情哦。當然，市政議題在市政總質詢跟質詢的時候，蔣萬安市長絕對會直球對決的回應，不分黨派，不是藍綠，也不是政治對決啊，希望把問題的源頭找出來之後，給中央政府壓力。蔣萬安指控中央的食安出問題，主導抗議行動。不過台北市政府敢真正就無問題愛去解決？哪裡的議員針鋒相對？